土肉糋吼，土肉糋，咱等下会讲啦吼。迄是土肉糋哦，啊，但是我看你写可能是写了迄个警字吼，写较紧的款。我看你敢若写土肉糋吼，毋是目睭的目，是土肉糋嘿。咱迄肉吼，肉的骨肉的肉，土肉糋吼。啊，讲到这个目糋吼，我顺便补充哦，咱台语有一句话是叫做西目糋，啥叫做西目糋？抛媚眼吼，抛媚眼吼，讲有的人你们讲说，老师那个抛媚眼台语怎么讲？简单了，西目糋吼，西就是迄个指使的使啦吼，使得的使啦吼，叫做西目糋。啊，咱另外迄个吼，迄个咱迄个啥空喙啊，空喙吼，有当时啊，迄肉吼，肉好的时阵，肉总要发吼，啊发伤悬吼，说总要痛出来啦吼。啊，迄叫做啥？迄叫做土肉糋吼，土肉糋。